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今天的散会诗，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我们将接下来时间交给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跟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耶稣掌权在我们的每一天。大家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用我们的热情来赞美神，请起立。让我们用拍掌热情的来敬拜神。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
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叫我们充满盼望，满有能力，在凡事都要依靠神，得胜又得胜。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
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颂赞跟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每滴宝血为我们而流，每个刑罚为我们承受。感谢主耶稣如此深爱着我们，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每一天都预先献上感谢与赞美，来领受神丰富的应许与祝福。一起来赞美。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刑罚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刑罚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永远深爱着我，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的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灵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谢你，你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你将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谨记你的话语，并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完全顺服在你的面前。无论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深信你的恩手必定牵着我们，使我能靠你的恩典来站立，紧紧地跟随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保守，带领我们度过人生中种种的经历。虽然人生不尽然都是美善或者顺利，但在这疫情的困境当中，有你的陪伴，让我们度过所有的难关，给了我们最终的确信及盼望。我们愿意顺服你，以信心仰赖你，因为你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出得胜喜乐的生命。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你做见证，与世人分享生命的盼望。也恳求主给我们智慧与力量，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着属灵的祝福。也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没有纷争，让我们教会大大的复兴，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感谢主，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的保守，让我们有主的看顾，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得着真正的平安。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11章第1节到第9节。
现在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第11章第1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我们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成就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以上。现在我们的牧师要证道，他证道的主题是人不可骄傲。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11章1到9节，这是非常古老的一段经文，在人的原本的口音是一样的，多么好！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那很好，我们今天就不用在学什么日文啊，学什么英文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哇，这么多语言。其实世界上使用当然是我们在国际上是以英文为优先以英文因为毕竟英文的是一个强势的一个语言。那西班牙语使用的人也蛮多的，因为特别在中南美洲很多西班牙语的国家，西班牙语，那英文，那日文，现在只有日本人在用，那日本不一定是那么的通行。那如果说只有一种语言，那很简单，我们今天就很容易在世界各地游走。但是神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人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变乱了人的口音，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以至于人因为这样子就分散，以至于繁衍各地，在四处繁衍各地。那圣经上说，当时候的人为了要建一座特别的高塔，塔已经可以顶到天。那这个动机就是人要炫耀自己，我有这个能力，能够胜过天，能够赢过天，能够取代上帝。人能够取代上帝，人能够取代上帝吗？历史上跟我们讲，真的是没办法，我们人还是渺小。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那很好。可是神变乱了人的口音，神变乱了人的口音。其实现在慢慢你会发现说，有一种无形的文字在出现，那是什么 ？QR code。QR code， 现在的这 QR code 很简单，手机一扫，什么讯息都出来了。那 QR code 这个3维码，以前要2维码，现在要3维码。其实10多年前，10多年前日本跟韩国用的比我们还要更早。我记得他们的宣教士的坟墓就有 QR code， 那是10多年前了。你知道 QR code 一扫，那这个宣教士的他的一生的那个就跑出来，那个网页就跑出来，就介绍他的一生。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奇怪，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普及。我现在要报名表，不用，就给你个 QR code。所以说圣经这样描述人未来的口音现在变乱了，可是未来慢慢，手机变成我们的共同语言，
不过，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我们在古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巨石文化，巨石文化在古代，好像有一种共通的语言一样，人用石头，或许是祭天，或许是祭祀，或许是人集会聚集，可能是在敬拜，可能是一种朝拜的场所或地点。我们知道英国这个巨石文化，其实它应该有一个跟日光的角度、世纪的角度有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哈。那中南美洲也有巨石文化，左上边这个图是台东的哈，台东也有这个石柱啊，这蛮类似的。那个时代人疯狂的用这个巨型的石头来炫耀。那左下面那一张据说是巴别塔考古的遗址，巴别塔考古的据说，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可以指出。但是人在古代的文明，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巨型的这个巨型类似祭祀的这一种很高的这种建筑包括中南美洲的那种印加帝国这种玛雅文化，或者是在中东看到这种类似。那这个巨石文化跟圣经讲的巴别塔，不晓得有没有它很相关的连结，或许要借助以后的考古的证据来指出。那人造巴别塔、造高塔要到天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宣扬自己的名，以及不会被分散到各地。这个就是有点拒绝上帝的应许或管理。可见当时候人炫耀了自己，第一个就是宣扬自己的名。哇，人的骄傲就是在这边来生出。所以在建造巴别塔的这个背后有一段，就是人想靠着自己，不要靠上帝。我可以办得到，我不靠上帝的力量。但是世人很多靠自己的方法或力量。20篇7节在诗篇就跟我们讲说，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一起来念来，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这个好像在跟我们提醒说，很多事你可以去很方便的依靠，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巴别塔不是在创世纪里面，而是巴别塔倒了，但是人的心还是有骄傲，人的心这种骄傲还是不断的被兴起。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跟我们提到，来吧，我们来造砖，把砖烧透，来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就是骄傲的心态。人类已经得意忘形，妄自尊大。他们认为建造这个高塔我们就可以胜过天了，不用上帝了，也不用神了。那这个是敌对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会降服在上帝的能力之下。第一，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抗拒上帝的治理。在人的罪恶中一项堕落的事情就是不依靠上帝。所以刚刚的经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那你靠什么？有人会炫耀，有人会炫富，你知道？10多年前，大概也将近快20年前我就有个老师在授课现在时代都越来越去易来易去的你看很多人的身价都已经上亿了。有人会炫富，有人会炫耀，有人说我这台车子性能多好。我常常在泸州看到很多那个很吵的车子，这个就是一种我好行哦。但是呢，开快车最后都变成一堆废铁，不是吗？你万一失控了，我要撞上分隔岛，或者是酒驾，哇，跑车本来是1000多万，结果变成废铁，废铁那个可能才1万块撞成废铁就大概不到1万块。但是它如果是一台跑车，就上千万的价值。所以神让人不能够再骄傲，就是变乱人的口音，让人就这样四散。
那骄傲的事情就做不成了。好，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要怎样不行吗？记得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教会在对的事跟对的方向，我们要能够听，能够懂，能够读，能够记上帝的话，因为圣经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共同语言。圣经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共同语言。来，我们跟旁边的讲啊，来，圣经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圣经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所以你用圣经作为基础，你才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思想，因为你把圣经拿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话里面被建造、被建设、被建筑、被建立。教会也是这样被建造、建设、跟建筑、跟建立。所以这一间教会的建筑，我们是要用来荣耀神，而不是在荣耀人，而是要来荣耀神。所以当上帝的话被建造、建设、跟建筑、跟建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兴起门徒，才能够兴旺福音，才能够兴学学基督，才能够兴趣你的兴趣，我就是读圣经。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兴起门徒，兴旺福音，兴学基督，兴趣读经。求神帮助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记载，帮助我们来建设教会、建筑教会、建立教会、建造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兴旺门徒，兴旺福音，兴旺基督，兴旺我们的读经的文化。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被建造。所以我们要透过上帝来得着恩典，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讲上帝的话，唱上帝的话，传上帝的话。刚刚我们唱的敬拜赞美，其实也就是上帝的话在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的启示。人在造巴别塔的时候，在古代，当那些巨石文化的时候的背后，要做什么？荣耀自己，而不需要上帝。所以那个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惕。当时候的天，意思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的位置，上帝住在那里。所以他的塔要顶到天的时候，就是说，我已经坐到上帝的位置了，我已经在上帝的位置了。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人想要取代上帝的一个野心企图，以至于这样子让人产生骄傲。我想希特勒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希特勒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可是他的奋斗一生，崛起之后，竟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大陆的灾难危机，甚至是目前如果有统计的话，大概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而且持续了4年。在亚洲，中国的战场就将近了8年，叫做8年抗战。你看这样子的不同的地方所兴起，因为人但亚洲这个是日本人一种日本帝国的一种野心，这个就是人觉得说，我们抗拒上帝的管理，我们不需要上帝，我只要依赖我的双手。那骄傲自己的能力，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是雕虫小技。只要上帝施一个计谋，你就没有办法得逞，因为人变乱的口音，巴别塔就造不起来。那第二，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计谋。撒旦随时无形无刻都是在的，都是存在的。所以彼得前书跟我们讲说，要小心，像那个路边的狮子，就随时把你吞吃掉了。这撒旦的计谋就是很恐怖的。其实撒旦的计谋其实在人心，人的心只要一变，整个想法思想一变，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落差跟失落。所以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计谋。我们还记得约拿吗？约拿受上帝的呼召，要去西班牙来他要去要去传讲神的话，那他就跑到了
西班牙的船上要搭船去他施，就在船上就被丢下去被丢下去海，他就被大鱼吞吃了。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反省深刻悔改，最后神还他的命，让他又重新回到陆地上来。所以人的计谋人要小心上帝的计谋，人的心不要被撒旦，不要被物欲，不要被这些撒旦的计谋给充满了。如果被撒旦的计谋给充满，人就会有抱怨、嫉妒、指责，互相的指控。巴别塔语音，人的语音乱了，以至于产生很大的误会。为什么？今天我跟你讲不通，语言都不通，怎么办？就吵架了，就吵架了，然后越吵越严重，然后想法好像也不一样你叫我搬石头到底要搬石头还是要搬水泥？你叫我搬钢筋到底是要搬钢筋呢，还是要搬空心砖整个屋子到底要怎么盖？我巴别塔就盖不起来了上面的说我们要石头，结果你搬来了一堆沙上面说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灌浆了你这时候还在那边绑铁就整个就乱了建筑就盖不起来了，因为语音乱了，步调乱了，整个都乱了，整个乱了哇！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不能自己变乱自己的口音，只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同心合一。如果今天撒旦在，他就是不断在挑战上帝，就像巴别塔的这个背后的想法一样，不断的我们来造一座塔，这个塔要登到上帝的位置，来取代上帝的位置。所以撒旦就是不断的在挑战上帝，不断的在挑战上帝。这个撒旦让人就会产生一个骄傲，让人心想说，我不需要上帝。撒旦其实他会击打牧者，击打长老，击打执事，击打同工，击打信徒。一击打，哇，教会就乱了，教会就乱了。教会乱了怎么办？就很乱。我们要这样做不行吗？我就是要这样做，怎样不行吗？就吵架，就玩 gay， 就会说小度也对，教会不能这样，教会是讲合一，教会是讲我们有共同的方向理想来传扬神的话语，而不是在里面如果说牧者被击打，可能羊就散了；当长老被击打，可能牧师就要走了。当我们的信徒当我们的这些小羊被击打的时候，哇，信徒就离了，然后就散了，就走了，就离了，教会就没了。求神帮助我们，人是要聚在一起。当人聚在一起是合神心意的时候，就会兴旺，教会就会增长。所以请大家多为牧者、长老、执事、会长、信徒、同工祷告下午要开长执会，你就为长执祷告，让他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方向，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想起今年我们要纪念马偕来台湾15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马偕，就看到我们教会的未来还要在150年。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撒旦太闲，撒旦只要一失计，哇，完了，教会就乱了。第三，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变乱人的口音。其实在使徒行传2章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人是异口同声开始赞美。当圣灵充满之后，我们讲起不同的别国的话语之后，我们同声敬拜赞美神，我们同心，主啊，神啊，哇，你的力量何其大，何其的美！你的圣灵充满，竟然让人更新得到力量，让这些这么软弱的使徒，耶稣的门徒这么软弱，又重新站起来，他们重新站起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百姓要同心合意，要有相同的看见，教会被建造，不是我们要建造巴别塔，而是在对的事上，我们不应当一口两舌。
对的事情我们就要认真努力，全心去做，同心合意才能够战胜黑暗势力的斗争以及撒旦的捆绑。人若要得胜，进入光明的国度，势必也要一战。势必要一战，怎么战？跟我们的血气征战，跟灵界神不喜欢的意念来征战。如果我们眼睛都瞎了，那怎么征战？这场战役会赢吗？不会，我们就注定被分散，就注定完蛋。所以上帝爱世人，将耶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我们再拉回来，在神的爱建造在神的爱里面，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上帝爱各地的百姓，在各地兴起教会，让耶稣基督的灵不断的感动他的仆人，包括马偕150年来到台湾，他的一句名言都是为了基督，都是爱为了基督。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所做的就是为基督，其实他是虚己的。马偕是虚己的，马偕说我就是要做，我就是为了基督来到台湾，我所做的就是为了要基督，要荣耀神的名。我建造了泸州教会，就是要来荣耀神的名，要使泸州的地区的人从罪里面被神给赎回，被神给拣选，又同心的回到上帝的爱的里面，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高举马偕的时候，马偕好厉害好厉害，马偕开拓了60几间的教会，但是它背后的一句话是都是为了基督。所以我们不要高举马偕而忘了耶稣，忘了上帝，忘了圣灵，也是有圣灵的同在，也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用马偕的好行为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宣扬自己，而忘记了上帝时刻是需要被荣耀赞美。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移除我们内心所存在的骄傲，以及血气，以及不顺服的这个灵。第四，我们要顺服听从上帝。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祈求神不降甘霖，不降雨，就3年没有降下雨，地就干旱。那亚哈王为了要抓住以利亚，他恨得牙痒痒的，那以利亚就下了挑战书，让我们来加密山看你们拜的神是真的，还是我拜的神是真的呢？在那时候干旱的时候，他们各盖了2座祭坛，但是在祈求的过程，神都没有降下火来悦纳以利亚的祭。所以在看到列王记的18章30到35节，他们就排列了木材在祭坛上，在祭坛上，那各盖了2座祭坛，然后把这些牛就切要献的祭物牛肚就切成一块一块放在这个木材上面，放在祭坛上面。那以利亚说：“你们去把水挑来，倒在祭坛上跟木材上。”那又说：“不只是倒1次而已然后再去挑水倒第2次。”又不行，又倒了第3次，直到这个水在祭坛上面以及在周围的这个沟渠里面都满了水。这时候干旱哪有水啊？干旱哪有水啊？可是这些人就是配合以利亚讲的，神还没有显明他的神迹之前，这些人就很顺服，以利亚讲什么我们就配合什么。来，那他们就去把水第4桶还不够，到了第2次、第3次，那直到水流在祭坛的四周他们用4个桶盛满水了那可以看到说，水那时候是珍贵的。3年没有下雨，如果台湾3年没下雨，你那水可能涨翻了是不是？如果3年没下雨，我可能那水多宝贵我记得在金门当兵，
曾经度过缺水的危机。我的日记上有写，我刚结训下部队回连上当班长那时候，我印象中啊，我好几天没有洗澡了，身体都黏黏的，身体都黏黏的。我还记得可能有买矿泉水来擦身体，我印象之中啊，但也忘了。我记得可能有买个2瓶矿泉水，然后就晚上擦身体这样子，用矿泉水擦身体。我印象中啊，真的没有水哦，连上都没有水哦，都没有水哦。那冲厕所的水怎么来？舀海水，用海水灌在那个池子里面，然后就用那个去冲厕所。就只有用海水，那要喝的就要去买，那其他的要用的洗手的水都没有。大概一个多礼拜那也曾经没有水哦，没有水哦，好几天没洗澡。那时候是我快退伍的时候，大概剩100多天。那我们连上有一个跟我同期的一个下士，就出去外面逛，在田间刚好看到一口井，里面有水哦，回来通知弟兄啊，有水在那个井哦，7、8个弟兄马上跑过去哦，身体脱光哦，在那边洗了。就在荒郊野外的那一口井，就在那边洗澡了，洗得哇，好舒服啊！你看缺水多恐怖！你看才几天，1个礼拜、2个礼拜，才1个月缺水，我们就那么痛苦了。那时候3年没有水，怎么这些人还愿意把水倒在祭坛上？怎么愿意呢？怎么愿意呢？怎么愿意呢？因为这些是他们的救命之水，他们的珍贵之水，也是很真实的水。他们把它倒在祭坛上，因为他们顺服，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真心拿出来，他们愿意把他们最珍贵的拿出来摆在祭坛上。那这个当时候的干旱，这些水这么珍贵，有这样的心智，他就是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他把最后的一杯用来活命的水，用很真实的就倒在上帝的祭坛上。这些人都要跟以利亚有同样的心智才做得到哦。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如果当中有人说：“我这桶水我晚上要煮饭吃的，我没有水怎么煮饭？这桶水我要灌溉用的。”但是他们没有条件，就把它倒在，直到这个祭坛上面都是水。那有时候征战就是你要无条件，要愿意，而且要付出。所以我们看到列王纪上18章37节，耶和华神啊，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这是要付代价，要让这些人要回转，以至于那连水都倒上去了。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以利亚知道这样子，所以以利亚这一句话开始要彰显上帝的能力，他要把这些拦阻除去，让人可以悔改。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动工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力，要同一个心志，还要把你最后一杯水怎样倒在祭坛上。最后我们看到18章的38到39节，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连木材、石头、尘土，以及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匍匐在地。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当百姓看到上帝的神迹，就称赞耶和华是神。那以利亚就把这些拜巴力的先知来除掉，然后把除掉了这些拜偶像的黑暗势力。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难道就没有这个黑暗权势吗？没有拦阻教会复兴的这些势力吗？那我们要装备，我们要努力，我们也要准备，因为或许很多的势力就在我们的四周。当人把水献在祭坛上，上帝动工，于是最后就降下壮观的大雨，
18章的45节就跟我们讲，霎时间天雨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因风云黑暗就降下大雨，祭坛悦纳了，水烧干了，上帝就降下大雨。当人把救命之水摆上，当人将感动献上，摇动上帝的手，愿神帮助我们，也解决了这些缺水的状况，也让黑暗的势力被移除。我们知道骄傲的成语很多，骄傲有时候是目中无人，骄傲自满，哇，太多骄傲的成语。可是我们看到箴言18章12节跟我们讲说，人的心如果骄傲，就最后会遭毁坏失败。那要得到尊荣，就必须先有谦卑的心，因为骄傲是失败的导火线，也是自私的罪，在人的心作祟，让人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症状。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谦卑的人是能够依靠上帝，接受神给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安排，不嫉妒也不去羡慕别人。不容易的功课，我知道年轻人常常也不满足自己，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血气方刚的。在西班牙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见证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头黑色的头发，她看到你的头发是金色的，就好羡慕哦。一个西班牙的少女，头发是黑的，那看到你的头发是金的她很羡慕就像你的头发是金的当然我知道你们是去染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台湾人东方人这头发大概都是黑色居多嘛有时候小时候我会羡慕人家有白头发就后来发现说白头发是白头发真的是一个烦恼那这个西班牙的姐妹就说好羡慕人家的头发是金色的又金又亮，然后又身高又高你的身高170 180，可是这个女孩子的身高只有150几公分我们说外国人，我们都讲什么？我们习惯称外国人什么台语我们都怎么讲？外国人阿多啊阿多啊那上次我们在清境农场那个外国人就说你们都习惯叫我西阿多他自己自嘲自己因为他也听得出来说，当台湾人讲阿多就是在讲他，因为他是外国人为什么叫阿多你知道吗？因为鼻子尖尖的叫阿多他鼻子笃笃鼻啊笃笃叫阿多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女孩子身高不高，150几公分，她就常常耿耿于怀，看到她同龄的这些朋友，她就很羡慕，哇，你们头发金色，哇，你们身材好好，我只有150几公分。可是后来她长大之后，她被上帝呼召，她到中国去传福音，她一下飞机，她就大受感动。原来上帝让我长这样子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因为我在上海下飞机看到的妇女身高都差不多跟我一样高150几150 160也不会差太多头发也都黑色的他终于明白上帝把他造成这样有他美好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去中国传福音。所以一个人真正谦卑的人，你就是要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不要挑剔，也不要批评，能够逆来顺受。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下，有时候我们也会说神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那你越这样子，你就会心就会越抗拒，越抗拒你就心没有办法与上帝合一。有时候神给我们这样子，或许有他美好的旨意跟安排。卫斯理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的牧师那是这个卫理公会在台湾也是一个教派之一那卫理公会在马来西亚他卫理公会就蛮多的，特别在东马，就是婆罗洲上面的马来西亚，就是沙巴、沙劳越
那个地方，因为曾经我也去过那边的教会，卫理公会，我想说早上去卫理公会做礼拜，我以为说卫理公会嘛就做礼拜嘛，结果一去哇，1000多人呢，1000多人呢，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算是东马，再算是一个蛮健壮的一个教派一个教会他们很多大教会都是1-2千人的。这卫斯理他那个年代，他就跟那个怀特斐德两个牧师都不合，常常意见不合，就互相的攻击，那以至于这个教界就在18世纪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年代都差不多生长的年代差不多，那怀特斐德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在那个时代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卫斯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常常一碰面哇意见不合，哇！那有一天呢，有一个信徒就跑来找卫斯理牧师，就问他说：“卫斯理，你有信心有朝一日你回天家了？那你回到天堂的时候，你有信心你会遇到怀特斐德吗？因为他们两个他知道他们俩在世上不合。”如果回到天家，你们会在那边见面吗？卫斯理这时候想一想，他说或许不会啦。因为怀特斐德他是要坐在最接近上帝的地方，那个宝座的旁边，那我大概会离他很远，所以我看不到他。如果这个位置是按照这样排列下来，我可能要排到边边角角去了其实这是他的幽默，他也知道说人这个骄傲的心互相对立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合一，就愿神帮助我们。这就是卫斯理最后他谦卑，他知道有争辩，但是他不愿意伤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他说我就是会在天堂，那意味着对方下到了地狱，但是他让怀特斐德他说他是坐在离上帝最近的地方，而我就是离他很远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像耶稣这样对待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学习耶稣基督愿意谦卑而胜过这些在我们身上骄傲的罪。今天我们教会要如何同心合一呢？教会要如何敬畏上帝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巴别塔的故事重新让我们知道，人因为骄傲神不喜悦，而混乱了人的口音，以至于失散到流离到各地。因为口音不同，人就没有办法去做骄傲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更谦卑来亲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罪的器，但是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里面的粮食，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骄傲，才能够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悦纳。我们必须谦卑，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主啊，除去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骄傲离开我们，让我们的心只有仰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求你来更新我们，求主你来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里面时刻充满谦卑的心，为主所用，学像耶稣基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牧师给我们很棒的信息分享。确实，人不可以骄傲，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他的谦卑顺服。好，现在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起来唱回应诗《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
这里，我们欢迎你，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你的荣耀降下来，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请坐。现在我们就来请那个丝线的童工啊，我们要放那个五节教会。啊，等一下，对不起，啊，今妈在打啊。都要来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击鼓跳舞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响声的把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高声唱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以感恩的心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耶和华你本伟大，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永永远远都要赞美你，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要向你唱新歌，天天传扬你大能的作为。阿多奈亚沙代，你是永活真神，你是我王。
这是五节教会，他们不方便前来募款，他就以影片要募款，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关心代祷，以及奉献。好，那就请丝线的同工，请前来直线。现在我们一起来念金句。我们的周报下面有国语的，我们一起来念2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18章12节。现在我们就来介绍新朋友以及消息报告。有新朋友吗？没有哈。好，那我们就来消息报告。今天是宜兰五节教会建堂募款主日，因为疫情不方便前来，我们就以播放影片做事工报告，邀请大家来关心、代祷、奉献、支持，大家都有份于上帝的事工。那之前我们泸州教会的青少器在2022年8月22和23号2天，我们也有跟他们青少器也有联合短宣的音乐营。那第二呢，今天下午1点半召开9月份长执会，长执同工请准时开会，请自备和会手册。第三，请各单位完成明年同工的改选，并将名单与书面交给牧师，今天截止。第四，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也是今天截止。那第五呢，10月2日下主日是本会圣礼典的主日，是联合礼拜，大家以恭敬的心出席主的圣餐，与主同坐桌。那第六，10月2日下主日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邀请长执同工各单位新就任会长、团契辅导、
主日学校长，还有圣歌队队长，请务必出席参加。会长如果没有时间参加，请委派1名同工参加。第7，第4季10月至12月的服事轮值表已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服事项目及日期。时间上如有不方便，请自行与其他的同工交换，也要通知办公室。服事安排无法尽如人意，同工请见谅。那第8新年光2022年第4季读本，在真理中坚定的信仰已放在招待桌，请兄弟姐妹们可以自由说起，可以在个人在家里每日灵修。那小会义节举办教会的复兴领袖营，是11月4号至11月5号，星期5、星期62天。那地点是在万里芥菜总会营地，对象是长子团契会长及干部、主日学校长及老师、圣歌队队长和干部，各团契辅导。报名费是1000元。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请向办公室的干事报名。第10，因为教会未来的事工拓展，小会义节举行教会志工训练，招募愿意参与教会外展和服务人群者，译者请向干事报名。那11，每周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那12，会计报告，请大家自己过目。团契消息呢？主日学今天要升级礼拜，迎接晋级生，并欢送毕业生到少年团契。第2，少年团契今天台语礼拜堂结束后，在1楼举行例会，明年度同工选举。那还有一则消息是9月30号、10月1号、5、6有举办退休会，地点是在嘉义梅山太平营梯，主题是我的生命之歌。圣经记载的圣经在出埃及记15章第2节。那其他的肢体相通，我们也要有时间去为他们祷告。还有那个总会的消息，自己过目。消息就报告到现在。好，那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三会诗，大家请起立。
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祷告祝福。咱做三个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默祷闭会。